迎收看福起来吼空比波。今年呐吼，合众的生意太节庆吼，对年初到年尾吼，达成日本吼，就有无共样的法通哦。今日吼空比波吼，报本大家咧就会东埔的花莲的伊个法通哦，喊做合古明星古王节巴阵咯吼，呀节巴阵咧很用的敬重的气氛哦。今日就先来分享吼，人家就来宾哦，花莲客家师傅出的民俗艺术课的课种哦，陈雪发陈科长哈。主持人好，安尼大家好，今日到欢喜就俩只机会来到俩好，羡慕安尼的主持人。嘿，哇，今日迄对花莲来到呀吼，嘿，迄错本来就来到的啦吼，因为花莲正经迄咧，算係天南，也下吼就有人哋講啊吼，出國吼就比去到花蓮還較簡單吼。我有人哋講吼，係當個人而來了。係啊，茶票啊嘛，個就買唔到吼。又加上吼，也下又有咧生意太節慶吼，古王正巴鎮咧八通咧，古時候啲花蓮嗰片咧觀光吼，會還較多人就錯嘅係冇。係錯。我說當年喺7月份嘅時間就有廿八通。有。嗰廿八通咧，慶祝又係第一個物價係有物價較出奇嘅素材冇，然後大家小記下。好，希望你，我先講一下，我哋呢隻法通係指我哋花蓮人水美鄉，富染沙器這個盤。用辦咗前幾兩盤，我哋盤到今年第17年咧。哦，17年咧，哇，懂錯。佢係有到歷史典故這個地位吼，認為安尼嘅富染沙器地位就一間廟，按到保安宮，佢地位供奉嘅城隍爺。哦，上鳳爺。錯，係一個種嘅清朝清光緒年間都有嘅，係。都當年的5月15，安尼求人5月15，幾3年的時間。錯，係安尼城隍爺聖誕，佢哋都係用大鼓陣來到去慶祝，而且個大鼓陣係人力扛鼓哦，唔係講用一插檔，唔係用數嘅。用嘅就錯嘅，錯。又係嗰片咧鐵色就錯嘅。錯。用人去講教嘅就錯嘅，唔係用茶嘅啊嘛噶。因為家有糖豆就會懂得嘅節慶啊，嘛個神明生日的時間，做鬧熱的時間就會有鼓聲，因為糖豆鼓聲就懂鬧熱吼。錯，佢哋下冇強調都係用人力來講嘅教鼓。講起來，係對清朝就開始吼。錯，就一直入侵係安慶的奉系，甲八個種吼，真愛對花東縱谷，佢係軍事繞交通的重要的地點，所以它的人口曾經是很多的，佢係包括金蓮海、富源、富民、富興3隻村。哦，規則就包含啲地度就錯嘅。錯。嗰啲畫面後面做到看到有動到嘅，就係花蓮嘅片咧相片就錯嘅，仲有就係保安宮係冇？保安宮嗰啲片。門口嘅牌坊。哦，就會對呀開始係冇？家有睇到啲架鼓冇？打鼓嘅比賽。錯。打鼓嘅比賽就係對嗰片開始。錯，都係一個保安宮，城隍爺生日。從兩行開始嘅，特色甲八個種地位就24年，城隍聖誕今日一天而出一個陣頭來比賽，然後用大鼓，而且用扛着繞境，你的用唱，所以是非常非常熱鬧。清有幾個特色咩？清傳統啦，錯。不過剛好有談到吼，就係課種見講八個種，啊又講到豐年沙器，也用嘅係強一隻素材係冇？哦，錯，係誰？八個種係甲擺求提名，都係跳上來講嘅，佢包含金蓮海、富源、富民、富興3隻村。哦，嗰時候講嘅八個種吼，其實幾個八個吼唔係太假式嘅八個啦。佢講幾個豐年沙器嗰片嘅山咧草形動槍係就是鑼鼓嘅拔係冇？錯，係有安尼典故吼。是，而且加上係動到嗰種誒蝴蝶，用音嚟做錯嘅。錯，嗰片咩要動到生態啊嘛，大家做得去看到。不過剛剛有講到吼，對一開始係咧傳統，而嚟慶祝啊吼，上鳳爺嘅生日啊，會以為打鼓嘅咧做鬧熱聽啦吼。錯，不過過來吼，用嘅轉數吼變做一個比賽咯。家下吼，聽人講嘛，甲擺下加上動鬧熱，面動到，你講60年了吼。
安尼工业社会开始，西部工厂林立，那在东部地区的动因人口外流，尤其是后上诶，后上诶，来共创哈，来做事情。记得村别个种地辈，有时村的老人家，然后成因呢，啊，当年汉系会庆祝嗰种嘅城隍圣诞，都某因好讲嗰种嘅照顾咧，家下都真紧搬个拼装车、绕电子花车来取代。嗰时候有一层呢，迄真定系用茶的哦。草，安尼就冇传统的吼。对，就失去了记得嗰种嘅传统、优良的传统，一直到87年，安利社区前理事长林新华，他是当地人，但他本来是一直都在外地工作。他有鉴于说当初社区这么好的优良的传统，记得让记得地方哈比较对地方有心的人士，记得是成立用那种的社区总体营造的方式，个可惜来古王争霸战。所以我们的古王争霸战系87年，来就系87年，刚开始做一个比赛，用比赛的方式咩，做得限卡多嘅人来向下来参加参与，也就发通就出嚟。唔过讲到吼也，虽然咩喺8日种吼，就系丰年沙期也偏咧，咧沙期洋葱吼，沙期洋葱係对87年开始来做，唔过喺那时开始吼变做一个生意态吼合种嘅生意态节庆嘅喏。98年开始，安尼的客家委员会都来给列为重要的客庄12大节庆之一。咁咩法典体系后为一咧有加密也係生意態嘅節慶制度嘅咧法通吼。所以說生來係清有特色的啦。因為我家家有看到吼，鳳門有動到嘅目標嘅演示啊，吼，佢哋就當上做得加密一咧呀生意態節慶出嚟有經費以外吼，其實沒有含較多嘅資源做得來利用。我說啲啊古王爭霸戰吼，做得加密呀生意態節慶制度吼，生來呀客家事務村吼，客家事務村咩做嘅動到嘅天數係冇？不敢這麼說啦，係我哋本分會做誒，我哋客家事務處係我哋倆縣長這一任的副縣長。激動重拾安尼客家文化，去成立客家事務處。當然，對我們客家事務處就有更多的期許。我們當然責任也更多，所以我們就積極提報計劃。那時候就想說，一幫年慶祝建國100年，精彩100，然後希望這個古王爭霸戰可以擴大更多的參與的人員，還有地區的人，所以我們從100年開始由我們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來主辦，然後主辦就錯。嗰時候唔係變做呀客家事務處來辦以後吼，然後頭擺有乜冇共用嘅素材冇？有，我們把它的範圍擴大。唔但搶嘅法典。錯，從去年都有台南有新竹嘅人來參加。台南新竹嗰邊沒有花鼓陣咩？錯，你叫他做得來參加呀咩？去年我哋用前愛用傳統教鼓，都係特色講嘅，一定要用人力來扛。哇，要能去練咯吼，唔係像喺花鼓喺嗰邊嘅花鼓陣嘅話吼，就係自家安尼，唔係係我用像呀花面好看到嘅吼，我真定係年輕人嘅拱燈係冇？錯，也係啲鬼聽吼係咪？係，去年可惜對安尼可能畫面。真的就是人力扛教鼓。唔過啲方面好看到吼，同種係咧籃球場係冇？錯，是喺對富源國小嘅籃球場，因為甲百用情節按呢個種誒富源火車站差挑遷，但那個腹地太小了，佢哋隊伍沒有辦法充分發揮他們的那種因為講到吼，剛才有講到，因為架鼓嘅話吼，係唔係聽說我有兩腿以上，當做得按嚟架鼓嘅感覺？錯，我哋架鼓係兩腿一排，從畫面看到嘅吼，哇，一隻方面哦，也就係佢哋富源社區哦，富源社區當地，他們的成績也很好，他們也是男女老幼用情就參加。哦，佢哋係單人木匠呢，係冇？為了造型啊，係啊，抽型就抽嘅，還有自己的制服啊嘛噶。他們自己做的。出台啦哈，會有擰大鼓誒，還有敲把，還有就是扛轎啊，沒有擰勇氣嘅呢。我哋吼，我哋一隊都係就11到23，吼，
所以可以让他们稍微发挥一点创意。哦，哈，冇听错，我有去的就错的。站齐一挺而就哦，站齐，长就一个进心，一定要站齐。哈，嗰陣呀，可能方面吼，係有年紀嘅廣告嘅，係冇唔錯啦。唔過大鼓嘅年係點嚟咯哈？用個冇看到，這個畫面好像沒有去帶到，就是4個人前後2個，好，一般打鼓該感音，起啲該後背該好。哦，嗰個打鼓嘅年，佢只搞嘅行路就錯嘅，佢只搞嘅行吼，唔係坐定啲高嘅地度，唔係厲害的坐在上面，真勁，坐定坐定，唔看到嘅有一方面就係打鼓嘅年係冇，錯，是，哦，幾個起定就錯嘅，起定呢，錯。記得下後上嘅音開鼓誒，該打鼓該感音就起一個吼，起一檔背。唔過咩冇聽錯講廣告嘅，係喺打鼓嘅年紀嘅年齡層係較大，係喺較高，沒有去限制，冇因為按你講冇分咯，係因為一開始嘅年齡就唔拉，故所就按你咩向下走的向下來用係冇。錯，記得吼來比賽吼，跟音ran大白用錢湊不起來，因為11到23，按多吼。錯，冇法度講用錢簽到後上誒，冇到係用錢錄音架。唔過嘅構圖會有差呢，係啊，用個啥？你要到會大概他們的身高體型哈，最少扛轎鼓那4個，他們要稍微去平衡一下啦，冇一方按一個一帶沒唔錯。嗰時候啲日本片當空吼，剛才沒有講到咩有創意嘅部分，創意嘅部分係有哪條嘅部分係本大家做得去創意上上嘅咯。因為剛才有講到嘅，請主要係用能力去講，也係跪聽嘅，又有站旗、打鼓嘅、敲鑼打鼓也係聽錯嘅。啊，創意嘅部分係點嚟？在鑼把，還有除了戰旗，我們也允許還是可以設計其他的小旗，像去年馬就音、狼腮加上獅子，務實就錯。然後還有你的隊伍的變化，嘿，他們可能像像去年的體育名係安尼福利，竹田。記得抬神轎本來的動就名，他就利用抬神轎的那個舞步。哦，對，還有再加上他的服裝，還有加上他的口號，所以他們就得到很好的成績。錯，第一比賽嘅時間，剛好有看到，其實啲選項係有評審嘅，係冇？有評審啊，唔過評審咧來年後加條係乜個指令咯，係打鼓嘅年限係因為也係一個新嘅比賽咩，也係評判咯，用嚟評。我們為了公平起見，還得用去摸牆，還得縣內的打鼓的高手，因為可能你認識的會來參賽，會有失他的公平性，還得用去搶外縣市教授，就是這打擊方面或者樂器方，就是這方面的是的教授，所以我們的評審絕對是很公平的。真勁吼，廿八號今年吼啲7月份吼，因為咧啲花蓮吼1年1擺啊吼，伊咧鼓王爭霸戰咯吼，啲都有動到今年又有動對去年開始就有諗啲咧動到冇向用演示嘅年後向下來今年吼也爭霸戰嘅發通哦，所以你哋都係有乜個精彩嘅發通咧，等下陣報本大家知哦，也下先嚟去看一下。